Hello，大家好啊，我係 Chris 啊。我喺街邊咧，依家就喺南昌啊，連方一期啊，帶大家睇下呢個單位有咩特別之處啊。Go！好，入到嚟單位呢度啊，哇！你睇下幾咁闊落，樓底幾咁高，哇！呢個廚房個備餐區好足夠啊，係啊，洗衣機有齊晒啦，中意自己煮自己中意嘅嘢食。再入嚟呢度，哇！呢度有大張梳化，哇！瞓喺度舒服啦，兩個人住，加張台又可以一齊撐台腳啦。再出到嚟呢度，哇！個露台又闊，幾咁開揚，望晒成個天空。哇！今日天氣好好，藍天白雲幾咁靚啊，個人個心情都爽啲啊！洗手間咧就乾濕分離噶啦，浴室部都準備埋俾你噶啦。咁睡眠區度好巧妙咁用咗家私做咗一個書房區同埋一個睡眠嘅地方嘅，上下兩層。咁下面呢度咧就可以做電競房或者書房，亦都係冇問題啊！望住出面個天啊，無論做嘢打機都零舍勁啲啊！而瞓覺地方都好闊落喎，左碌右碌都好安全，冇問題。單位就睇完啦，你哋覺得點呢？我覺得呢度非常之適合一個兩個人居住嘅，係啊，理想家居理想王國啊！如果你想睇呢個單位，即刻揾我啊！我係 Chris，拜拜。